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Leo Sir 嘅頻道。今日我哋要傾嘅就係牛津大學 Oxford 同埋劍橋大學 Cambridge 嘅入學考試。咁作為全球其中兩間最出名嘅大學，牛津劍橋嘅面試不嬲都係用一個高標準啦、深度思考同埋一個學術挑戰著名嘅。咁如果對我有認識嘅家長都會知道，我以前喺倫敦嘅私立學校係做 Sixth Form Tutor 㗎。咁我當時係接受咗啲 training， 咁嗰個 training 就係關於牛津劍橋嘅考試，咁入邊覆蓋非常多嘅內容，所以我今集會抽一部分嘅內容去同各位家長分享一下。咁不得不提嘅就係我當時嘅 manager Yolanda， 因為我喺身上面真係學到好多嘢。佢係一個希臘人，喺英國嘅私立學校高中部已經做咗超過20年㗎啦，咁所以呢大部分嘅內容其實唔係我原創嘅，都係嚟自 Yolanda 對我嘅 training 㗎。今日嘅影片會用一個好宏觀嘅角度去解釋牛津劍橋面試嘅流程啦、考核嘅標準啦、常見嘅問題啦、一啲準備嘅技巧啦，甚至點樣去應對一啲比較特別困難嘅問題。咁無論你係已經獲得咗面試邀請，或者你將來會諗住申請牛津劍橋，我相信呢一條片對牛津劍橋嘅面試有更加深入嘅了解。咁我哋而家開始啦。第一部分，我哋講一講牛津劍橋面試究竟係乜嘢呢？其實佢哋嘅簡介好簡單嘅。牛津一般每年會收儲大約22,000個申請，而劍橋大約收到2萬個申請。咁呢兩間學校其實錄取嗰個比率係差唔多嘅，都係大約15至20% 左右，所以個競爭係好激烈嘅。咁牛津每年大約就會篩選40至45% 嘅學生去面試，而劍橋咧就會高好多嘅喎，大約有70% 嘅學生都可以進入面試階段。咁一般嚟講，面試時間都會擺喺12月至1月期間進行，而喺面試完成之後，大約2至3個星期咧就會通知個申請人究竟你成功定係失敗啦。咁究竟乜嘢係牛津劍橋嘅面試呢？其實佢唔同一般大學嘅面試嘅，唔係你個人經歷或者社交能力就可以應付得到嘅，因為佢哋最終嘅目標其實係考察嗰個申請者嘅幾項能力。第一，學術嘅潛力 academic potential。第二，佢哋嘅邏輯思維 logical thinking。第三，就係佢哋嘅應變能力 adaptability。第四，對於學科嘅熱情 passion。而最後一定會問嘅就係 problem solving 嘅問題啦，就係你解決問題嘅能力。咁講到呢一度，你應該會了解得到牛津劍橋嘅面試同一般大學嘅面試唔同嘅地方啦。例如面試形式，咁可能一般大學問答為主，而牛津劍橋會有好多討論啦，好多挑戰性嘅問題。而喺內容範圍，咁一般大學可能通常都係問你個人背景啊、動機啊、點解申請啊咁樣。牛津劍橋就會問學術問題啦、推理啦。而喺應變要求，一般大學嘅要求會比較低，而牛津劍橋面試你臨場應變嗰個要求好高㗎。預測性一般大學嘅話比較易啲準備標準答案，但係牛津劍橋你係需要靈活去應對，所以個難度會高好多。咁嚟到第二部分，我哋可以講下佢嘅流程係點樣啦。咁第一步一定要提交你嘅 UCAS 嘅申請啦，截止日期10月15號。第二部分就係你入學考試，因為有一啲科目係需要入學考試，咁通常會擺喺11月。而喺 interview 嘅邀請方面咧，通常會係擺喺11月底至12月初。正式嘅 interview 就會係12月至1月期間，咁可以係單次嘅面試，亦都可能係多輪嘅面試，甚至可能喺唔同嘅學院面試都有咁嘅機會㗎。咁至於你最終等結果，就通常擺喺1月份嘅。咁你可能會收到額外嘅面試邀請。劍橋方面有少少特別嘅，因為如果你係唔得嘅話，其實佢哋係會有 winter pool 嘅，我哋稱呼為冬季候補池，你有可能會俾另一個學院取錄㗎。咁佢點樣準備牛津劍橋嘅面試呢？我可以做一個好簡單嘅介紹。第一步，你一定要準備好你嘅個人陳述 personal statement。牛津劍橋面試嘅教授好有可能會根據你嘅 personal statement 去問問題嘅。個人陳述入邊提到所有嘅書啦、研究、實習嘅經驗，你要深入準備討論你自己講過嘅任何概念。第二，你一定要熟悉一啲好 general 嘅問題，雖然未必係重點，但係一定會問嘅。通常，例如點解想揀呢個學科啦？你最近讀過一啲最有趣嘅書籍係乜嘢啦？如果你申請嘅一啲比較專業嘅 program， 甚至會要求你解釋一啲學術嘅概念嘅。重點唔在於你個背嗰個答案，而係你嘅思考嘅過程。思考過程比答案更加重要。Thinking out loud 係牛津劍橋面試嘅關鍵。好多時候你可能要答一啲唔識嘅問題嘅，咁但係你唔好急，你停頓一下去思考，然後將你思考嘅過程去講出嚟，分析一啲可能嘅答案。最重要係展現到你嘅邏輯推理係點樣，一步一步解釋。咁嚟到第四部分啦，點樣去應對一啲特別困難冇見過嘅問題。咁我而家示範一個問題俾你啦。如果冇數學，我哋呢個世界會變成一個咩嘅樣
咧？正確嘅回答嘅示範係乜嘢咧？首先你要拆解個問題 break down， 你要問一問自己數學個主要作用係乜嘢？第二，你有你嘅立論 argument， 如果冇咗數學，咁物理學、工程學佢哋會唔會存在咧？第三就係你嘅假設，你一定要提供一個假設嘅情景，可能會有一個唔同嘅系統去計數，又或者世界會唔會翻去一個口述記錄嘅時代咧？咁呢啲都係一步一步嘅關鍵嚟㗎。唔好怕錯，但係你要展現你嘅思考能力，而唔係你嘅記憶能力，而且一定要保持自信。就算你唔係好確定你嘅答案啱唔啱，但係你講出嚟有自信，你覺得啱嘅，咁已經足夠㗎啦。最後講一講面試當日你要注意嘅事項，一般都係你要確保你個 mic、你個鏡頭、網絡穩唔穩定，因為好多時候你係要網上面試㗎。雖然係網上面試，你就要着得好正式啦，最好有啲嘢可以做筆記寫低，保持冷靜自然表達。面試結束之後唔好評估自己嘅表現，因為我見過其實好多學生都覺得自己唔得，但係佢最後係得咗嘅。咁所以就算你覺得失敗嘅話，你都話唔定會收到另一個學院嘅邀請㗎。其實我係好有興趣想講多啲嘅，因為我呢一方面受過好多嘅 training，而家想開一個新嘅系列，專門講牛津劍橋申請。今次嘅 video 只係一個開始嘅啫，下一集我又想講下牛津劍橋面試其實有咩分別，因為好多學生同家長以為佢哋兩者係好相似，可以一齊準備嘅，但係其實佢哋兩者係有分別。咁希望今次嘅 video 可以幫到大家了解多啲牛津劍橋面試嘅要素。咁如果你覺得有用嘅，咁俾個讚我，訂閱我個頻道，分享俾你嘅朋友，最好撳一撳鐘仔，我哋下次有新片可以隨時通知你。咁我哋下一次再講關於牛津劍橋嘅其他 topic。拜拜。